蘋果炒人保招牌，抵擋手機復仇者。俾啲果迷彈係垃圾嘅蘋果 Map， 蘋果終於忍唔住啦，出手炒咗負責開發個地圖嘅主管 Richard Williamson， 由高級副總裁 Eddie Koo 暫時接手，上個月開始做嘢噶啦，揾齊專家同提醒地圖供應商，實行整翻靚個 Map。再唔快啲做好啲，蘋果塊金漆招牌隨時冇啊！因為其他手機生產商都準備好晒，搶翻個市場啊！眾所周知，現時智能手機市場 Apple 同 Samsung 玩晒噶啦，好似 Nokia、HTC 同 BlackBerry 呢幾個牌子都俾佢哋打到殘。但大和竟然出 report 認為呢3間手機公司出年將會組成復仇者聯盟，一齊向蘋果、三星絕地反擊。報告話 Nokia 可以憑新推出嘅 Lumia 920同 Lumia 820將手機出貨量提升80%，去到600萬部。BlackBerry 下個月會推出新作業系統 BlackBerry 10同2部新手機，預計可以搶翻市場佔有率。至於 HTC 都傳推出暫叫 M7 嘅新款高檔手機，大和仲樂觀估計下年可以賣到1000萬部添啊，令 HTC 強勢再臨。講到咁堅，就即管睇下佢哋3個係咪真係吸引到我哋轉機啦。